日本廣島原爆70週年，當地舉行紀念儀式，首相安倍晉三承諾會達至無核武世界。敲響和平之鐘，紀念70年前同一刻，朝早8點15分，原子彈投下廣島。全場肅立默哀。紀念儀式喺廣島市和平紀念公園舉行，有大約55000人出席，破紀錄100幾個國家代表參加，包括美國駐日大使卡羅琳，同埋負責國際安全事務嘅美國副國務卿高特莫勒。中國就未有派人出席。廣島市長松井一實喺和平宣言中呼籲全球領導人博愛同寬容，廢除核武。核兵器が存在する限り、いつ誰が被爆者になるか分かりません。ひとたび発生した被害は国境を越え無差別に広がります。而首相安倍晉三致辭嘅時候，並冇好似舊年同前年一樣提及不製造、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嘅無核3原則，但承諾會致力達至無核武世界。我が國としては核兵器國と非核兵器國雙方の協力を引き続き求めつつ、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て一層の努力を積み重ねていく決意です。不過有原爆受害團體就批評安倍晉三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係拋棄和平憲法，將日本再推向戰爭邊緣。1945年8月6號，美軍對廣島投下原子彈，累計造成14萬人死亡。3日之後，再喺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本隨後喺8月15號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次大戰結束。